等一下，我跟这世界上所有的 Karen 道一个歉，对不起 ，I'm sorry。就是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你了，我去想办法。No! 我去弄点酒。他
他需要麻醉一下自己，因为刚刚的表现有点让他超过他的想象。关系，就是我们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次。